開波！Jessica 姐姐落場啦，你可以睇睇打波啦。好 ，Tammy 過半場。哎呦！爸爸想黑隊贏喎，今次。因為黑隊咧，其實而家嘅組合咧，平時少啲夾波嘅，咁所以咧按道理默契冇咁好，咁就想佢哋試下會唔會贏到咯。你見唔見到啊？正話 Tammy 姐姐咧想帶上去喎，但啲隊友咧就提佢啦，有鬼啊！即係有人喺後面想偷你個波啊！咁佢就即刻攞定個波先，咁就唔會俾人偷到啦。所以咧隊友之間互相提搶好緊要嘅，知唔知啊？哇！黑衫，係啊，冇錯啊，嗰邊俾2分，唔該。哦，黑衫先拔頭籌啊 ！Chester 一個靚助攻，呃咗落去肥敦左手上籃，靚波一個靚 flick，較呆喺底位又難啲出手，冇切入，冇支援。OK。小心啊！小心插魚蛋啊！好 ，Tammy 開波俾肥敦。哎呀，好近啊！防守隊阿和應該要撲緊啲啊！哇！爭啲再嚟一球左手上籃啊！好靚波，快放俾阿成，射得啦！哎呀，係咯 ，Jessica 姐姐正話把握機會射唔怕。有時咧打波好得意啊，你肯射都緊要㗎。第一要有射波先有入球啦。第二咧，有時你射波咧先至能夠保持到球隊咧進攻嘅流暢度。咩啊？哦 ，Tammy 嚟一個施射，哇，好近啊！咩？哦，唔該晒。我呢個進攻籃板好識啊，好攬未入。康叔帶波過半場 ，Tammy 攞波，未有射門空間，俾翻 Chester 先。又和呢球 shot 咗，哦，放球長嘅，阿成已經最識啦。哎呀，康叔一球自擊，阿成一個 turnover， 去晒，哎呀！係啊，康叔正話走籃錯失咗個機會。哎呦，阿禮叔咧就好叻射3分嘅，所以就會喺好遠嘅地方就射波㗎啦。咩啊？禮叔就係7號，黃衫7號，好長頭髮嘅。係啦，紅色腳呢個啦。而家控緊球咧，21號咧就我哋叫蛇叔。兩波，哎呀！就快5分鐘啦，都仲係2-0嘅低比數賽事。係啊，寫咗 Snake 字㗎，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叫佢阿蛇㗎，佢個花名嚟嘅，好似條蛇咁靈活啊！你有冇花名嘅學校？
仲有5分鐘。靚波啊 ！Tammy 一個截擊，去咗 Chester 手上，會唔會完成到呢支攻勢咧？哎呦，哇！卡路士攞咗一個進攻籃板，靚波俾咗康，再壓落卡路士度，要出手啦！哇！一個進攻鐵三角，係啊，黑衫2分，比數嚟到4-0，黑衫領先，4-0係啦，仲有4分鐘。長爸爸寫一條啊！多謝。哇呼！2分係嘛？好，俾翻2分而家係。就3分半。卡路士嘅康叔。哎呦，滴入。係啊，比數嚟到6-2，仲有3分鐘。黑色贏緊喎。係喎，真係可能黑色贏個波有機會。黃衫進攻啦。嗱，一蛇叔咧。射波好準嘅係，佢啲中距離好準，好淡定。係啊，俾翻2分佢，係啊。你要留心㗎。平手就係平手啊！我哋冇加時㗎呢度。仲有2分半。睇下有冇一隊打咗2場先咯。如果一隊已經打咗2場，就要換㗎啦。好靚啊！好，黑衫再2分起，黑衫2分。仲有2分鐘，你大聲嗌啊！仲有2分鐘。嗌多次。仲有2分鐘。喺場裏邊咧，好難聽到㗎。3分黑衫，仲有1分半鐘，黑衫俾3分佢。係啊，原本係幾多分啊？原本8分啊嘛，係嘛？仲有45秒。Steal 啊！仲有20秒。哎呀！10秒。
噔噔！哇，近喎！好，最後比數11比4，黑衫贏。